我哋已經理解咗放下執着對生命鑽牆嘅重要性。而家我哋返到最根本嘅提問：點樣先至能夠真正跨越對生死嘅恐懼？答案就在於你活着嘅時候對八正道嘅實踐深度。生死恐懼嘅根源係無明同習氣，只有持續嘅修行，先至能夠從根本上對治。輪迴嘅根源係習氣、煩惱、業力，而解脫嘅起點就係慈悲與智慧。此生我哋學習八正道嘅三大關鍵：一、解決恐懼嘅根源。我哋對生死嘅恐懼來自於無明和業力。八正道嘅正見就係你嘅智慧之眼，俾你從根本上睇清死亡係轉場，業力係自己創造㗎。當你睇識咗，心自然就唔會恐懼。二、將業力轉為願力。當你透過八正道獲得解脫之後，即使你選擇再次返呢個世間嚟幫助眾生，咁都係你嘅願力，而唔係被業力所束縛。總結上述，修八正道唔係俾你即刻唔使輪迴，而係俾你活着嘅時候就冇恐懼，並累積足夠嘅智慧與定力，確保喺生命終點時能夠自主選擇，可以係圓滿解脫，或係乘願再嚟，而唔係被恐懼與習氣盲目咁推入下一世。中意我哋頻道，請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同埋開啟小鈴鐺。